若是水少，我往头倒转，往头倒转吼，伊就讲，你还佫有一个心要拖头，即句你听无？意思，因为你咧行，你若你想啊了了分明，吼，意思不大。我咧行，你若讲啥拖头，我一个心感觉，是你的心要拖头，毋是即仔衫咧拖头，安尼听有意思无？毋是反动，毋是反动，安尼。是行动，心里咧讲个意境是无这意境，所以呢，你若想出迄个时阵，吼，即个叫感觉无，都有一个心咧拖，所以伊咧当中嘛，即个物件，你的心，吼，佫有咧穿衫，你的心，佫有咧食米，所以这个思想，那个想，有咧穿衫，有咧食米，那个思想。哦，因为迄叫做无，变，伊毋是叫做善变，哦，所以伊来讲，这个叫做善意善这个模式，你就有这个物件，有一切小的物件，叫做善这个模式，善是积极的物件，有积极模式，这是社会大程度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咱平时来想到尾啊，咱拢无先来发现，所以呢，这是因为那个菩萨。哦，不自想过失，哦，你这头一个在讲，但是后壁这是讲什物件？继续，哦，来，这讲不了了吼，关键一个，对关键一个，可以讲。可以讲。菩萨不自想过失。菩萨不自想过失。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其福德不可思量。诸菩提。为云何？不以温和，东风移空，可数量法，不了世尊。诸菩提，南西北风，四维小阿，移空，可数量法，不了世尊。诸菩提，菩萨不自想过失。福德悠悠如是不可思量。哦，这段就是较量吼，无自想过失的菩萨，伊这个功德，哦，伊这个福德无大啦吼，所以以下来讲可以讲，因为这个可以讲，就是讲什么呀？就是讲加以增事，加以增事就讲，照后边那个这里解释对了吼。菩萨不自想过失，以福德不可思量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这个菩萨无自想过失啊吼，我们在听我开示，叫咱听过失是一个听来的，但是好的因一定要得到好的报，好的报应啦吼。所以叫咱自想呢，我们无自想的因，将来得到嘛是一个。结果，好的结果啦吼，是什么的结果？所以这我当讲，那不是因，这句的真实的来讲，那不是因嘛无啊，果嘛无啊，咱问题出现这个所在，咱今日初发心的大成以后，咱是初发心在受大成的，咱毋是已经证明，已经大成的信任的当时，咱是哪里发这个？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发大，这个诚心的人有接触过，一定，咱即马来反向的，咱即马想办法，咱即马是正法，别管是正法，咱大家拢共正法，但是咱睡到报告，咱接触过，第二件代志，咱接下来是阿公今日等，我这个代志呢。关于啊，关于那个，这个泰国这个泰国这个台湾，因为你起码这个看这个检查嘛，这个检查这个地铁包有啦，哎，有甲铁什么啦有啦，啊，因为这个起码大家来报告是我来检查，啊，大家这等的嘛，安尼嘛，这几个这等啊，差不多就检查的嘛。啊，即马就是因为会啊，咱好安尼想
听甲伊的声音，咱嘛要好的。但是听靠人家的声音，那是会使介绍的。啊，我即摆就是反正就讲，我今日若要到我收钱，大概厝咧附近，若记者就起，电视来播出来。啊，伊就收代志，啊去到遐，啊医生迄个做迄个，我甲讲一句话，我讲哦，脸色好一点，可以吗？脸色好一点可以，换个。啊，这嘛是一个国家的事业，但是你本人你这个人，当一个无小心挂起来，挂掉来300来，当然不可报废。啊，报废是较少的，你若较细声啊，过去就把它捡起，还是拜托你捡起，哦，才心情很康。先把它捡起来，我先膜拜，所以这就是伊咱做咧主讲讲，咱今日把大城市的人接着，你看呢？当然太太对他好像伊会在做事，先生对他像伊会做事，拿下拢摕过来，感谢拿下拢摕过来，迄个说这个讲讲，哦，咱对着咱拢知影，对不对？不可以先嘛是一个问题啦，哦，因为这种啊，所以本就是迎合咱的英语，咱的英语来讲的，所以迎合初发大城市的人，初发过些什么人的手，所以我讲哦，你不要怕咯，你唔行啦，哦，你不要怕咯，我甲你讲，你唔通上过去，哦，这是佛，这是佛教你一定无量无边的福报，但是教你无边无边的福报，唔是叫你这个福报咯，就看哦，不是叫你落福报，是叫你得到了这个福，是不可思量，即是不可思议、不可思量的福报，不可思议、不可思量的福报，这是个看见。金光经，伊迄个85分，得咱讲，得拿师傅来讲，师傅的，如来是违反大乘下传，如来是违反最上下传，用有人受持互相处境，如来是必是人，实验是人，听好。
这个以后，本来东西南北树以上啊，先出
去了就很苦。是会落到空气，所以后面最好能够，因为经过迄方面就是能够，就是讲你基本上，你习惯到空，因为其实一个空的内底有一个转变，妙有有是真空，真空有带来真空不空带来生妙有，这叫三合一的道学。所以呢，观点的人，我若要空到怎无去，就参照我过去分别，是亲自参考讲，叫空尔啦，讲嘛讲空，其实伊为了迄个所以在过去，以前就是执着过去，即是先有了一个，这个物件才开出来。你今日穿这衫，你有感觉你穿衫吗？我感觉穿衫，因为你的色不变。但是你若无这个色不变，其实你会用你的自信来穿衫，你的自信来穿衫，你用着你的自信来食饭，你的自信来食饭，无咧食饭。所以我其实迄个音乐大师做房间内底同样有一段话，音乐大师。因为伊去若做有影，种着倒转来。有一个呢，音乐上师伊一个小孩，有那学上班，知影讲伊哥哥去若做迄个所在遐，学着迄个种着倒来。但是伊透早回来互音乐上师，就来到哥哥遐啦，要互哥哥甲讲种着倒来所以呢，伊哥哥你的心安怎会讲是嘛？没有一说然，无一说了伊的境界我想法对啦。但是讲伊要行事的时阵，迄个加上做讲，你迄领衫要拖大，你迄领衫要拖大，迄个什么人呢？迄个应该上水少个我头倒伊就讲，你倒有一个心要拖大，即尾听无？意思，因为你咧行，你若你什么了了分明，意思不大。我咧行，你若衫拖大，我一个心感觉，是你心要拖大，毋是即领衫咧拖大，你懂意思无？毋是反动，毋是反动，心里咧讲个意见是即个意见。所以呢，你甲上书迄个时阵，即个好。感觉都有一个心在传，所以伊个当中即个物件，你的心，还有咧穿衫，你的心，还有咧食米，所以迄个思想，迄个想，有咧穿衫，有咧食米，迄个思想，因为迄个无变，伊有叫做色变，所以你来讲，这个叫做色意识这个过程。你就有这个物件，你这个小的物件，叫做色的过程。色是执着的物件，有执着过程，这是行为过程。安尼来讲呢，咱平时来想到尾啊，咱拢无这个方向。所以呢，这是因为那个菩萨不自性过失，这头一个来讲，但是后边这是有些物件，介绍。可以过。菩萨不自性过失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诸菩提不以温和，东风移空，可思量佛，不了世尊。诸菩提南西北风，四维上下，移空，可思量佛，不了世尊。诸菩提菩萨不自性过失，
福德悠悠，如是不可思量。哦，这段就是照亮吼，好处上。